们就在实验在飞的时候，那它这个翼端帆受到风的这个阻力，风切是这样子过来嘛，切过来之后结果在飞机你在侧飞的，比如说风从这边吹的时候，在侧飞的时候，这个会受到风的影响，然后它会这样子往上拉。伊係美經聯自從研發強航機20年，講到以體效為比洋機，面向各有光彩，同比行李學講嘅各有條理，蘇航也嘅體擺作為極端帆，對風天敏感嘅，造成體比嘅時節為無停嘅飛過來飛過去，唔大穩定。嗰所美經聯又重新計算改良嘅一端帆嘅角度。它這個樣子之後，飛機往前飛，然後風壓從那上來，它是頂上來的。所以它要產生的浮力，這個才是我要的。唔但相對比行李學了解過清楚，組裝強航機嘅各種零件，美經聯也係親身自家做。看到佢表情佢專心，動作佢熟練嘅操作太勁嘅機器，佢精準嘅做出每一個選好好嘅比洋機嘅零件。每部分嘅小零件，如係調出美經聯比航夢想嘅重要角色。每個步驟如做唔得精彩。美經聯安全性嘅表情已經持續嘅20年，支持佢無停嘅研發嘅動力，總概來自完成對比洋機嘅熱愛。我在10幾歲的時候就開始玩遙控飛機嘛，然後後來就是遙控飛機玩到最後，覺得說你應該玩大一點的。後來我飛機越做越大，我退伍的第1年有了經濟基礎之後，我就直接跳上去飛輕型飛機，然後一飛到現在，總共飛了20幾年。24年對比航嘅熱情，就算冇相關領域嘅知識背景，美經聯還提過幾節嘅標記嘅室內裝潢嘅工作，對上腳開始兼也經研究。今日設計製造比洋機嘅專業領域。因為我早期做的時候飛機丟了好多架，做好之後把它丟掉，不能用丟掉，不能用丟掉，是這樣子過來的。後來我覺得我要去吸收知識，然後到美國去，然後去吸收了一些製造業的那一些工業水準，然後就自己慢慢的去用自己的思考能力，然後去把這架飛機畫出來。而且不是去了一趟，是中間遇到困難之後又去了。我這樣前後總共去了4個多月。來，無停嘅克服困難冇放棄，美經聯研發出一台沙祖傳奇強航機。呢個嘅比航高度係4000公尺，只有特點鐘200公里嘅比航速度，100體重做得比3點鐘半。同一般的比洋機冇共用嘅係，沙祖傳奇嘅兩機做得數體比洋機嘅2片船頭，順風嘅2片，同強勁好嘅比洋機來比，所以停機場嘅費用做得減少2/3。美經聯能講，也係成年人嘅變形金剛。那個氣動重心的，對，一個點有沒有？1個、2個、3個，最大負載到這邊就靠這幾個點了。美經聯同共用後比航嘅朋友曾建富，看完設計圖討論論解決嘅問題，以下邊要親身到強航機嘅國家度研究論安樣嘅改良操縱桿。美經聯從來唔會認為自己已經改壞嘅，但係無停嘅自我要求，就係為到愛清楚本自己嘅強航機比韓國好嘅改良空間。如果操縱桿你控制在4寸裡面，那個都夠了。那如果你這一定要到全部到底嗎？沒有，這邊應該到中間。這邊有個不均，沒有，這邊有。雖然台灣製造強航機嘅水準一流，無法被限制聽到比洋機嘅研發。本美經聯嘅強航機到日下還係無法度拿到國內嘅認證。佢按算今年7月，愛屯強航機運到美國進行認證。烏沙亞因為安呢，本台灣無法度掛上出品國家嘅名嘅。最大的問題就是說，我們做好自己設計的，然後做好的飛機，它明明就是台灣製造的，可是你到國外去賣他們想說，你們台灣以前沒有開發過飛機嘛？你們憑什麼能力去做飛機？所以他們都一直要我們做 OEM 給他們
再经由他们组装了之后认证再卖出去，这是我们最大的损失了。我们把零件做好之后卖出去，卖出去之后，这个东西虽然是产地是台湾，可是，发行者是在国外。喺后品就该立场啊，就很支持他。问题讲，也他国内个法令吼无在变吼，实在讲人家做这款个条路啊，挺辛苦啊。那他个人来讲是讲，你不要再这样子很专注的投入下去，会倾家荡产。是啊，问题讲，人家他个人是挺硬讲啊，讲唔会分享是讲唔会分享，按没办法的事情啊，所以还是默默的支持他。会有一些干涉，所以你这个东西要拆下来，这个先拆下来啊，这个把它拆掉。那椅子那个洞有没有？就放到中间，然后先跨上去，跨上去之后这个再放回来。虽然下國內嘅法令限制改道，為今年限係大輪來嘅窮下來製造強航機，因為認為強航機未來嘅市場會有潛力。還好我有一個很好的家庭，就是老婆很挺我，然後兒子也跟着我做，他覺得說這個市場是目前還沒有，可是將來市場很大的。也希望給他到國際市場的大放光彩，為我們台灣人爭光，也為我們客家人爭光。喺價位來嘅還有朋友嘅支持鼓勵下，為今年嘅強航機研發夢做得實現。而講未來還要繼續賣比洋機，一切道路唔會停同嘅經營位置。